保祿初期嘅時候咧，佢傳教咁樣佢哋咧就喺耶路撒冷咧就同啲宗徒開會就議定啦佢咧就向所謂嘅外邦人即係非猶太人咁所以而家要離開呢個民族，向其他民族咧去傳福音咧，就出咗呢個叫做向萬民向其他人呢個部門咧係1622年咧喺羅馬建立嘅當陣時咧就所謂有發現新大陸啦我哋知道利瑪竇喺1582年嚟到中國啦你仲要諗翻下有啲人咧即係身體唔舒服又要翻去啦。我哋早期護士都唔好講太遠100年之前啦第二批嚟嗰啲護士咧，有啲人根本就唔能夠適應喺呢度，病就要即刻翻去，所以梗有呢啲咁樣嘅虧損嘅。咁所以當時教宗又話我哋教會一定要支持呢啲工作，所以有呢個咁樣嘅部門耶穌佢之所以嚟到世上，同埋罪人一齊，因為佢能夠呢係同天主講：我願意，我接受。你交託咩工作俾我？只要係你交託嚟嘅咧，我都要好好咁去做。呢個就係上主的僕人所以耶穌嚟咧，佢就係教我哋啦。如果你想領受天主嘅愛咩，都係去到天主面前咧講我願意，都好要求大家呢為本人祈禱，使我係成為一個天主嘅好僕人，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